解决，爱指导你当这场所的交锋，我绝对会替咱有无？放下主场的我们，啊无安尼我就做你引诱起来，啊，好。咱是比咱讲是赶即卖迄诈骗电话，大概是赶状况，我迄老人会惊哦。好，我先甲大家解说，迄个在座吼，足简单，大家拢讲吼，迄金光党诶，就咱个头壳搭着咱个肩胛，头壳拢无去，就去边仔去互伊，根本毋是安尼。因为我捌听过金光党，金光党捌我了，我是囡仔，用着了走去人家咧话这个，迄个人多好个就我先知道几万，我一个掠着金光党的了哦，迄个后壁哦，头壳佫讲诶，讲无啦，伊无要甲我骗啦，你甲看，好甲再影镜咱来到现场，啊你啊明到尾啊证明，根本拢是真。贪是贪，无药啊，无啦！我规身躯甲抄了了，听着找了我无药啊，敢若有啥物话你感觉？有假的医保，假的医保，啊伊安怎甲讲你感觉？伊走去园林找医生，就是咱我。因为较有诶中奖吼，人去园林做工作，啊拢阿某是嘛吼，有摊啊伊就叫人请我咧套广告，啊你家骗，啊我骗你咁再顺刷到这个广告叫这吼，我才就说讲我应该是经验啊，以前我咧做民宿个，啊当银行吼卡着来，包括我哋孙子，我甲迄人怪怪。迄个后壁就叫你旁边遐边仔对面前太多人，所以做假啦。迄个所在我伫咱北市啊，咱这边北市啊。记得后壁啊，叫你去阿某讲哪样啦？讲因票啦，啊来台湾做工地，怪手去看电视吗？毋知要同伊对面，啊伊就摕假银保啊骗我的后壁。讲啊，你起码都偌济，我才熟啊袂，我赶紧要出现金要转啊，迄个咩好安尼，啊对啊，伊报到是另外迄个歹人吼，一个老面面咧顾迄个五百三，银行我摆付过，交迄个上来厝，结结果伊弟弟，咱搬到的弟弟，听，啊听是听是怎么？迄时阵，我孙到迄种奇怪啊，对啊，一个人开我一直看迄个对啊，佫听是对啊，结果我就从迄个歹徒，甲查验时阵，你这推包啊，你开我看卖，结果拢假的原本，拢假。我就知我是成功做个骗子，哦，我就来当起来把你啊，自己就把你啊，结果另外一个。不对，讲你哦，我是走去你，当时了我就唔做，结果迄歹徒咱捉票，看着我到位吼，就酸，啊规拢翻袂远啊，哇啊遐宽，啊就要做找人，伊就中伊啊嘛，我看伊中伊啊，结果规拢翻袂远，哦，我就头就转跳，我当是讲啊，我当真跳。你冲，我嘛对你冲，对你方向去冲，结果冲到前方，我感觉人出白，看你袂都无怪啦，啊你表示伊无记啊到，啊你啊检查吼，应该是比咱个方面面啊，好好，啊咱方面大人起来，我有一股，有无？我都有诶，是我咱门下面啊。我那捌做过事，我过了，我过过，我是京东放了，我都久诶，抓甲你看，
了了，甲你看，我咧看伊啊，咧看我咧。这个比比咱这枪啊，那个感觉咧无有枪啊，枪来偏，我咧看伊，你也咧看我，根本我无诈骗啊，伊就时间紧急哦，我也无诈骗，我就假为我手那摸起来摇大声，你搁当那比你出来，我该开枪，用下用断的，啊，拢来摕出来。其实走差不多5公里，较袂晓喘，用摕的东西。这个金光岛完全摕出来。讲到尾啊，为啥咯？咱汤就咧查遐，伊遐起码就讲规样大，伊当现金的当卖偌济。啊，我见到熟我就是我讲起要怎来摕我，那个抓，结果后我又抓去，我实在一件冻起来，一件冻起来。迄是早市面对面的会炸的，啊，即摆用迄个卡电话吼，厝足家拢有接着，前2天我当转去阮家屏东，听着讲阮转一个要用100万，电视的也无囡仔在了你因两领你甲看，真吼，若无熟悉电咧，足简单，无熟悉。挂掉，卖听；讲话无熟悉，卖听；推销卖听。有恁兜的人啊，有熟悉人啊，你也听无，厝内拢卖听，安尼就拢袂叫袂听。安尼讲有了解无？是。有啦吼。迄话拢会靠来甲你话先吼。哦，啊是什么买？甲你问，甲你快，啊，有。哦，阿姨讲过，有。哦，阿姨讲这个，他8年头来讲过。因为哦。咱人啊，所以我咧讲各位讲吼，这诈骗这一定的观念吼爱认真吼。你遇到遇到什么代志袂晓，爱认真听，听我，要安怎认真？各位，要安怎认真？哦，听到对方的声，对方声，大家人紧张起来，听到伊咱的口的声，大家拢袂着声。讲声，你安怎？你已经失去理智啊！你无够认真啊！你听声拢袂认真啊！袂认真。因为你会幻想讲对方迄个，我的天啊！我的考虑。所以各位若有听到这个电话吼，你先点进来。他是做电话是怎样个？知无？因为我拄话讲叫各位认真哦，各位唔知要安认真，啊我教各位讲要安认真，你当着唔知唔捌的，你甲敲电话去咱的派出所，咱的派出所一定有人在当兵，啊你甲问，讲我著看见对一生啊真有人要安怎，啊你叫伊讲一个话了，你著认真落来，安尼各位听无？咁样，安尼这是一个做伙方法。啊，无你用你靠你听你听也袂通，靠啥物人也无听。好，啊，家己愈是处理愈紧张到尾啊。哇，叫对公电来说有问题，所以甲各位讲是讲，点进来看着你派出所，叫派出所的监管吼，讲一下话。千万问题，我发生啥代志，啊你家己较头解释，啊我安怎做？我的同事会甲大家好好啊讲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啊若对于讲话大细声，无叫你好好啊讲的，你甲我讲，啊我较找机会跟大家讲一下安尼，好无？讲有理较歹听啊，这是讲的。
新冠的同事吼，比较早进步足济个，有感觉无？有这个健康吼，较较早健康吼，素质就较好啊，素质就较好。啊？好啲客观。哦，这个有啦，啊？变化吗？各各位。教官的大名啊，变化让大家。我爱你啊，你们我爱你啊。呵呵，你爱摩托。飞机过来嘛？哎你。